然后我现在要邀请，就是从我还没有发专辑之前，就一起跟我表演无数次的伙伴那样。他也是我大学玩乐团，我们有没有组过团呢？吉他社这样一起的很好的伙伴，杨明。几乎这一年把他冷落掉了，他没什么事可做。好，先唱歌，待会跟大家聊好了。为什么要把他冷落？其实有个原因的。很怪的啊！带这首歌很特别的，跟杨明重新编曲，不插电版本的年轻人，搞不好。Oh,
嘿呀嘿呀，呜哈呀嘿呀，哦哎呀哦呀呜啊哦哎呀，哦咿呀哦咿耶哦哎哟啊哦哎呀，哦哎呀哦呀，哦哎呀哦呀，哦哎呀哦呀呜啊哦哎呀。好了，以后不写电音了啦，很挫折哎，好像你们比较喜欢这个版本的。其实做电音也是好玩的，不过那时候其实最好玩的时候就是跟杨明那时候开始慢慢组织，然后好像有一个团的新的样子，就是唱我们之前的时候。然后就发片啊，很顺利这样，就还蛮开心的。可是到了去年，可能事业越做越大了这样，就表演开始变频繁。可是杨敏也很辛苦，他白天还是个上班族，很多工作，他根本有时候没办法应付了我这边有时候的表演的需求这样。然后就开始，重点是他开始迟到了。刚好这个时候刮这种事情，很坏自己是好事啊，因为他的事业很好，你知道，公司很需要他。可是我觉得就很痛苦了。我那时候其实有一阵子就是一直在烦恼，我到底是要就是怎么继续下去？杨明是很好的朋友啊，讲这个应该没有关系吧？应该受得住的。我们认识至少10几年了，就是说，因为要表演，就真的需要乐手，可是我又不想换鼓手，你知道吗？因为他很爱迟到。怎么就哇靠，这怎么办？要怎么经营这个乐团？怎么不可能？不能每次就是鼓手都没有来，然后怎么去表演这样？慢慢就发展好吧，可是我又不能换鼓手，要这样太对不起朋友了。我决定发展一种方式，有没有什么乐团不需要鼓手？所以那时候就产生了森林系。你知道这个玩意？如果有看过我表演的话，我有一组很特别的表演，就是全部都用弦乐团。他说：“哇，好棒的编制哦，没有鼓手哎。”很开心，所以那时候。其实因为弦乐手老师被找来，他们也觉得很纳闷，就是因为通常做古典乐的比较少接触独立音乐的人，更何况更难接触到原住民的歌手。其实我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好奇，就是我对弦乐器有充满着无限想象，因为我只有觉得他们不需要鼓手，这样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但是却在那样的过程中，就是发现哇，其实也很不一样。就是每一种乐器，每一个人学习音乐的过程真的都不一样。好在其他乐手老师们都很有耐心，就我真的不会看谱，我也不会写谱，天杀的怎么可以跟他们沟通？就是把全部的，因为他们也听不懂母语呢，他们根本不知道段落在哪里。对，你没有给他谱就算了，还要考验他们的听力。还好，就是用的森林系就很顺利的撑过了去年的下半年，就没有鼓手的日子。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就，这新的专辑就开始有很多新的想法，所以专辑里面也放了一点点就是弦乐的部分的编曲，就，那去年的半年真的是一个
我觉得在音乐上面是一个大长进，就在跟弦乐手里面就不断，就是我们编一首歌，它至少要花3到4次的练团，一次都4个小时，其实还蛮消耗时间的。这样，觉得老师也很有耐心，很感谢他们，然后也很感谢杨敏造就了我。很复杂的心情，可是反而把事情做得更好的。那还是要回来哦，对，就是很有，他说他很久没表演，就把他动起来很无聊。对，他最近假太多了，他这是下个月嘛，还要去法国，凭什么？8天假是不是？不要闹他了啦。然后我们今天带来一首很特别的，就是把一些歌串起来，可能没有听过。他的新专辑里面有一首歌，不知道有没有印象？Miss Hanaya Damerau Satu Aingu Cerai。我忘记歌词。无期自来过来。我忘记歌词了，你们比较会唱。就这首，你们知道吗？我只要拉好，还要糊过去。怎么这样糊弄过去？不要紧，你刚刚不是说要教他们唱？我接你们。好，教你们一句就好了。因为这首歌是我这张专辑的那个专辑的名字啊，但也很有趣啊，因为这首歌就讲的是阿美族的。你们帮我唱那个。阿美哈那那呀大门上，不用唱，用念的也可以。然后我们换个方式，就很简单的。阿美哈那那呀大门上。但是那个呀，汉娜奈的那个后面那个 Y 跟 A 连在一起会变呀的，汉娜奈呀他们老，那乌阿密斯，汉娜奈呀，他们老，老那个是了跟 U 合在一起就老。那个了跟 U 合在一起很难发，很像法文，他们好，然后Miss 他们那样他们好，当然Miss 他们那样他们好，这种 tempo 会不会？可以吗？可以。Miss 他们那样他们好，可以好。预备喽。Miss Hanaya Dabada,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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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aya Dabada. Miss 哈啦啦呀，他们老少不爱，少都爱，无辜的自来，无情自来，古巴的人安，无辜感恩路大路跟大路。Sama awak aku satu alam tu tamis, awak aku satu alam tu tamis. Ada tawaran tu minta kulitan, upi apa dengan tu uli numita. Miss Hanana ya tak ber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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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aya Damerau， 当时就是不再依赖消息，只等你想你的
出国出来找工作，为了大女孩想找个工作，好的工作，好好的做，不分难度，过着每一天的生活。可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充满着许多的阻碍，像是迷惑的冷漠的正常的猜疑的荒谬的直到清晨才会停下来，阳光在到了进来，雨总释怀，满心期待。阿米萨的那呀达门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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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米萨的那呀达门道。天空下的太阳一直蔚蓝着，太阳下的我们还一直在唱着，唱着我们的歌，唱着我们所有人，唱着我们的日子，唱着我们的名字。8月份，那前夕，姜还是老的辣，他觉得这一首而已。那个应该可以抽掉。